各位觀眾，有一件事，我想你今日一定要聽清楚。人到咗中年以後，尤其係入咗晚年，最怕嘅唔一定係冇錢，而係明明自己已經好慳，明明一蚊都唔敢亂使，但係錢入到屋，好似永遠停唔低。今個月收到退休金，下個月就有醫藥費，仔女話周轉唔靈，自己又唔忍心唔幫，屋企冷氣壞，雪櫃壞，水喉漏，樣樣都要錢。你話自己冇福氣咩？又唔係。你話自己懶惰咩？更加唔係。好多老人家一生勤勤懇懇，慳慳儉儉，冇賭冇浪費，對家人亦算盡心，但偏偏到老都覺得錢好似水咁，又指縫流走，點捉都捉唔住。岑日飛人生智慧常常提醒我哋，睇一個人晚年有冇福，唔單止睇佢銀行有幾多數字，更要睇佢屋企有冇安氣，心裏有冇定氣，對錢有冇敬氣。有啲人屋企唔算窮，但一入門就覺得重，鞋亂、袋亂、單據亂，廚房油煙亂，人一坐低就想嘆氣。呢種重唔係眼睇得晒，但你住得耐就會感覺到。財氣最怕嘅唔係屋細，唔係家私舊，而係屋企長年累月積住一股濁、濕、亂、怨嘅氣。錢入到嚟無地方停，福氣想留低，又覺得無謂安頓。今日我想同各位觀眾講一個好簡單、好平凡，但以前好多老人家都重視嘅方法，唔係買貴嘅風水物，唔係叫你大灑金錢改裝屋企，而係喺屋企兩個位置放少少鹽。鹽係好普通嘅嘢，家家戶戶都有，煮飯用得着，醃嘢用得着。以前老人家仲會用鹽嚟清潔、辟味、吸濕。喺民間風水同國學智慧裏面，鹽唔係神奇法寶，唔係放咗就一定大富大貴，而係一個提醒，提醒我哋屋要清，心要定，財富要乾淨，入口要通爽。當人開始願意整理屋企，整理自己對錢嘅心念，福氣先有機會慢慢聚返。所以今日我想請各位觀眾先做3件事。第一，請喺留言區寫低以接大財。呢一句唔係迷信，唔係一句寫完就等錢跌落嚟，而係你同自己講，由今日開始，我唔再日日驚錢、怨錢、追錢，追到心慌。我願意用更安穩、更清醒嘅心迎接屬於我晚年嘅財氣同福氣。第二，請訂閱呢個頻道。訂閱唔單止係支持，更好似同自己嘅好運結一個善緣，提醒自己每日都要行喺守財惜福嘅路上。第三，請一定要睇到最後，因為後面有一個好重要嘅提醒。好多人只識放鹽，卻唔識睇鹽嘅變化，更加唔識換鹽清理舊氣。做啱位置，但做錯方法，反而只係一個空殼，無真正整理到自己嘅財氣。今日呢條片，我會慢慢同各位觀眾講清楚3件事。第一，屋企邊2個位置最容易影響財氣入屋同流財。第二，少少鹽應該點樣放先至唔會變成形式，唔會擺咗等於冇擺。第三，睇到最後你會明白一個更深嘅道理，真正留住財氣嘅唔只係一碗鹽，而係一個人點樣對待屋企、對待金錢、對待自己嘅福氣。各位觀眾，錢唔只係放喺銀包裏面，錢亦同屋企嘅氣有關。呢句說話年輕嘅時候未必懂，去到晚年就會慢慢明。屋企亂，人心就亂，人心亂，錢就容易亂。你會發現有啲人收入唔低，但屋企亂到連張電費單都抖唔到，重複買嘢，買咗又唔記得，藥買多咗，食物過期，電器壞咗又拖，最後小錢變大錢。
亦有啲人成日話要慳，但因為心裏太驚，見超市減價就買一堆，見藥房話有優惠就買一堆，屋企堆到滿晒，最後過期丟掉，呢又係一種破財。易經講變，亦講通，氣要流通先有生機，氣唔通喺身體裏面會變成病痛，喺屋企裏面會變成煩躁，喺錢財上面就會變成入得辛苦，出得快，留得難。財氣唔係一條死水，佢要行，要轉，要有入口，亦要有停留之處。如果屋企入口堵住，廚房混亂，財氣一入嚟就撞到亂氣、俗氣、怨氣，點會安安穩穩留低呢？我識得一位住喺觀塘嘅阿姨，年紀70左右，一生都好節儉。佢每日都記賬，1毫子都唔敢亂用。表面睇佢應該好識守財，但佢成日同人講，點解我越慳越驚，越驚越覺得唔夠。後來佢個女返嚟幫佢執屋，先發現屋企到處都係舊單據、舊藥盒、膠袋、爛碗、用唔着嘅電線，廚房台面擺滿樽樽罐罐，門口鞋櫃上面又堆住銀行信、醫院信、超市單。阿姨話呢啲都可能有用，唔捨得掉，但其實佢唔係留住福，佢係留住驚。佢個女冇叫佢買任何風水嘢，只係同佢一齊整理。過期藥調走，舊單據分類，廚房油漬抹乾淨，門口雜物收起，然後喺廚房同門口位各放一碗乾淨嘅鹽。過咗一排，阿姨話屋企好似未必突然有錢多咗，但自己個心冇咁亂，買嘢之前識諗一諗，唔再因為驚而亂買。你睇，真正變嘅唔係鹽變錢，而係人嘅心念開始轉，屋企嘅氣開始順，破財嘅習慣開始少。第一個要放少少鹽嘅位置就係廚房。各位觀眾，廚房唔只係煮飯嘅地方，廚房係一個家嘅財富。人要食飯，家要有火，碗裏有飯，鑊裏有油，代表一個家仲有煙火氣，仲有生養之福。對好多香港老人家嚟講，廚房再細都好，只要每日煲到一碗湯，煮到一餐飯，心裏就會覺得呢個家仲未散，福氣仲喺度。但係廚房如果長期油膩、濕黏、亂放嘢，財富就會變重。有啲人會將藥放喺廚房，將賬單放喺廚房，將剪刀、刀具、膠袋、壞碗、過期、調味料全部堆喺廚房。爐頭旁邊滿係油污，垃圾桶又近，雪櫃入面又有過期食物。咁樣嘅廚房煮出嚟嘅唔止係飯菜，仲煮出一家人嘅煩躁。火氣太盛，油氣太重，人嘅脾氣就容易急，講錢就容易燥。夫妻之間、母子之間、婆媳之間，一講到使費、醫藥費、人情錢，就好容易傷和氣。喺五行裏面，廚房屬火，火要溫，唔可以太猛。火太弱，家無生氣；火太旺，人易口角。財氣需要溫養，但唔可以俾火氣消散。所以喺廚房放少少鹽，唔係叫大家等錢自己飛入嚟，而係用一個小小嘅動作提醒自己，呢個位置係財富，要清爽，要安定，要少一點怨氣，多一點和氣。方法唔需要複雜，揀一隻乾淨、完整、冇裂痕嘅小瓷碗，最好係白色、米色或者望落去舒服嘅淡色。唔需要用貴碗，最緊要乾淨、完整、有心。將粗鹽或者普通食鹽倒入去，大約7-8分滿就夠，唔好倒到滿瀉。放喺靠近煮食區，但一定唔好貼住火，唔好阻住煮飯，唔好放喺容易撞跌嘅位置，更加唔好放喺垃圾桶旁邊。如果你企喺爐頭前面，
左手邊有一個乾淨安全嘅位置，可以優先放左邊，因為民間有青龍位宜清宜動嘅講法。但記住，安全同清潔永遠排第一，唔好為咗一個方位反而放到危險。有啲老人家會喺鹽旁邊放一粒完整帶皮嘅蒜頭，呢個係民間小習俗，意思係辟味醒神，提醒家人保持清明，唔係魔法，唔係保證轉運，只係一個生活上嘅象徵。蒜頭壞咗就換，鹽濕咗就換，唔好貪方便，長年唔理。我再講一個荃灣嘅故事。有位伯伯退休之後，最煩就係覺得錢留唔住。佢每個月一收到錢，唔係幫細仔交保險，就係幫孫買補習，又或者屋企突然要維修。佢太太成日喺廚房煮飯，一邊煮一邊怨，話呢個家好似食錢咁，點處都冇。後來有一次，佢哋決定唔再怨，先執廚房，過期醬料掉走，爛碟掉走，爐頭抹乾淨，將藥同賬單移出廚房，然後放一碗細細嘅鹽。伯伯話最初都覺得呢啲好普通，但奇怪係廚房清爽咗，太太煮飯時少咗怨聲，兩個人開始坐低計一計，每個月邊啲錢係必須，邊啲錢係因為驚而亂使。慢慢地錢未必多好多，但漏走嘅少咗，心裏嘅怨亦少咗。各位觀眾，呢就係財富嘅意思。財富唔係一個神秘櫃，唔係一個放咗寶物就發達嘅角落。財富係你每日煮飯、用水、用火、養家嘅地方。廚房乾淨，煮飯嘅人心會清，心清，講錢嘅語氣會柔，語氣柔，一家人少爭吵，財氣就唔會日日俾怨氣燒走。第二個要放少少鹽嘅位置就係門口位，亦即係玄關。香港好多屋企面積唔大，未必有一個正式玄關，但只要係你一開門，第一眼見到嘅地方，鞋櫃旁邊、門後小平台、入屋第一個轉角，呢啲都係屋企接氣嘅地方。門口就好似屋嘅口，外面嘅氣、機會、人情、消息、財運都係由呢度入嚟。門口清爽，氣入嚟就舒服；門口亂、暗、濕、臭，氣一入嚟就重。好多家庭嘅門口其實最容易破財，霞亂放、散濕住擺、埋袋袋、速遞盒、垃圾袋暫時放一放，結果一放就幾日。鞋櫃上面堆住銀行信、醫院紙、收費單、過期優惠券，人一返到屋企，第一眼見到就係亂，心自然重。你以為呢啲只係生活小事，但風水最怕嘅就係小事，日日累積，日日打開門見到亂，日日心裏覺得煩，日日覺得錢、病、單、責任一齊壓入嚟，財氣點會輕呢？喺門口位放少少鹽，意思係俾屋企加一層清淨嘅提醒，唔係擋住財，反而係提醒自己入屋之前煩惱唔好全部帶入嚟，出門之前心唔好亂晒先走。你每日見到嗰碗鹽，就問自己一句：今日我有冇將門口整理好？我有冇將舊信舊單分類？我有冇將濕散晾乾？我有冇將唔用嘅鞋收起？呢啲先係真正迎財氣嘅功夫。放喺門口嘅鹽，同樣用一隻小瓷碗，乾淨完整唔破，鹽倒7-8分滿，放喺鞋櫃上面、小架上面、門邊一個平穩乾爽嘅位置，唔好直接放地下，因為地下容易濕，容易踢到，亦容易沾塵。屋企有小朋友或者貓狗就要放高一點，唔好俾佢哋打翻。如果屋太細，真係冇位放碗，可以用一個透氣嘅淺色小布袋，
放少少鹽，擺喺鞋櫃乾淨角落，但都要定期更換，唔好一放就唔理。我聽過一位住深水埗嘅婆婆講，佢一個人住，錢唔多，但都夠食夠用。佢最大問題唔係真係冇錢，而係日日心慌。門口堆住好多舊袋、舊報紙、醫院覆診紙，鞋櫃有一陣味。每次開門返屋企，佢就覺得人生好似越來越重。後來佢個孫女幫佢清咗門口，舊紙分類，唔要嘅掉走，鞋排好，抹乾淨鞋櫃，再放一碗少少嘅鹽。婆婆話屋企冇突然變大，錢亦冇突然變多，但每次開門個心輕咗，就係呢一下輕，令佢夜晚瞓得好啲，白天買嘢冇咁慌，唔再亂囤一堆根本用唔晒嘅日用品。呢亦係守財。各位觀眾，財氣需要入口，福氣需要地方停低。一道明亮、乾淨、通爽嘅門，就好似向好機會講，請入嚟吧，我準備好以清醒同感恩迎接你。講完兩個位置，廚房同門口，跟住一定要講3個規矩，因為唔少人聽完只係求快，求做咗就算，結果碗鹽放喺污糟地方，旁邊全係雜物，放咗半年都唔換，咁就失去晒意思。第一個規矩，盛鹽嘅器皿一定要乾淨完整，唔需要買貴嘢，一隻普通瓷碗已經足夠，但千祈唔好用爛碗、裂杯、污糟膠盒。破裂嘅器皿本身就有一種散漏唔完整嘅象徵，你話想守財，卻用一隻裂碗去盛住，心裏其實已經冇尊重。風水最怕唔係平凡，最怕係冇心。平凡嘅碗只要乾淨完整，就有安定之氣。再貴嘅物件，如果骯髒破爛，都只會添亂。第二個規矩，鹽唔好倒到滿瀉。做人太滿，福容易折；氣太滿，水容易瀉。財富太迫，反而無空間承接新嘅財氣。倒7、8分滿就夠，留少少空位，係提醒自己做人要留餘地，講話要留餘地，用錢都要留餘地。好多破財唔係因為真係冇錢，而係因為人做事太盡，面子太盡，承諾太盡，幫人幫到自己冇退路。碗鹽留少少空位，就好似提醒自己晚年最重要唔係逞強，而係知分寸。第3個規矩，放鹽嘅地方要乾淨，要光猛，要通爽。你唔可以一邊話想聚財，一邊將鹽放喺垃圾桶旁邊，或者放喺一堆舊單、爛袋、污糟抹布中間。鹽係提醒你清濁，唔係替你承擔所有混亂。若果旁邊全係雜物，第一件事唔係放鹽，而係清理。真正嘅風水永遠離唔開生活。屋企乾淨一分，心就定一分；心定一分，錢就少亂一分。各位觀眾，你有冇試過明明好努力守住錢，但總係有一啲意外開支走出嚟，例如屋企維修、醫藥費、人情錢、仔女需要幫手，令你覺得財氣好似永遠留唔住。如果有，你可以喺留言區講低你嘅故事，唔需要怕醜，因為好多老人家都有同一種心酸。你講出嚟唔係抱怨，而係讓自己開始睇清究竟自己嘅錢係點樣流走，自己嘅心又係點樣被恐懼牽住走。跟住落嚟就係好多人最想知嘅一部分，碗鹽放咗之後要點樣觀察，幾時要換，有咩情況代表唔好再放住唔理。如果你見到碗鹽好快變濕，甚至黏住一嚿，又或者顏色暗咗有異味，甚至碗邊變污糟，呢個時候唔需要驚，亦唔需要亂諗話係咪有災。用平常心去睇，民間風水認為
鹽、濕、結、塊、變色，代表嗰個位置可能濕氣重、濁氣重、空氣唔流通。就算你唔講風水，用生活常識都知，鹽吸濕，地方濕，鹽自然會變。呢正正提醒你，呢個位置要抹，要通風，要清理。千祈唔好因為慳少少鹽，就將一碗已經濕晒、結成硬塊嘅鹽繼續擺。守財惜福唔係孤寒，唔係連一撮舊鹽都唔捨得掉。舊嘅俗氣要走，舊嘅擔心要放，舊嘅破財習慣亦要慢慢改。鹽舊咗就用紙包好，乾乾淨淨處理掉，唔好再攞嚟煮食，唔好倒反入鹽樽。然後將放鹽嘅位置抹乾淨，等佢乾爽，再換一碗新鹽。一般嚟講，1個月左右可以換一次。如果好快濕、好快結塊，就提早換。如果碗跌爛咗或者被弄污咗，都唔好勉強繼續用。換一隻完整嘅碗，就好似重新整理一次心鹽。每一次換鹽都唔係做戲，而係同自己講，舊嘅唔安、舊嘅怨、舊嘅亂，我願意慢慢放低。新嘅日子，我用清靜心去迎接。除咗放鹽，有一個小動作適合喺屋企特別重。最近爭吵多，突然有大開支，有人病完，或者準備踏入2026下半年，想重新整理家運時做，就係用少少鹽水抹地。做法好簡單，一桶清水落一小撮粗鹽，唔需要太多，由屋裏面慢慢抹向門口，唔係趕走財，而係將舊嘅俗氣、舊嘅煩惱、舊嘅破財心念慢慢送出去。抹嘅時候唔好一邊抹一邊鬧人，唔好一邊抹一邊諗住邊個欠你，邊個害你，邊個唔孝順。你越怨氣越重，你越平屋越清。抹完之後開一開窗，讓空氣流通，你會發現屋企未必即刻有奇蹟，但人會覺得舒服啲。好多時候財氣要順，第一步就係人要呼吸得到。你長期困喺一間濕重、亂重、怨重嘅屋，任何好機會嚟到，你都未必有精神接住。相反，屋企清爽咗，心裏有空間，你自然會清醒一點，知道邊啲錢應該使，邊啲錢唔應該使，邊啲人可以幫，邊啲忙要有分寸。講到呢度，我要提醒各位觀眾，放鹽只係開始。若果你放咗鹽，但仲保留3個破財習慣，財氣一樣難聚。第一個破財習慣就係屋企亂，但永遠唔肯放手。舊單據、舊藥、爛碗、爛鞋、空盒、膠袋、壞電器，樣樣都話可能有用，最後成間屋變成舊物倉。老人家惜物係好事，但惜福唔等於困住自己。有啲嘢留住唔係福，係驚，唔係節儉，係執着。真正守財惜福係知道邊啲值得珍惜，邊啲應該放下。你放下一件唔需要嘅舊物，唔單止騰出一個空位，亦係騰出心裏一點空間，俾新嘅福氣入嚟。第二個破財習慣就係越驚錢越講重說話。好多家庭唔係冇錢，而係一講錢就傷感情。老人家怕仔女唔夠，怕自己病，怕老伴亂用，怕將來冇人照顧，於是一開口就怨，一開口就鬧。你話自己係關心，但聽喺對方耳裏變成壓力同怨氣。錢最怕唔係少，係一家人日日用怨氣去講錢。怨氣重，財氣就重，財氣重就流唔順。講錢嘅時候，語氣柔一點，心平一點，唔好用恐懼去管錢，亦唔好用責怪去守財。第三個破財習慣就係分唔清需要同恐懼。有啲人買嘢唔係因為需要，而係因為驚，驚將來貴，驚唔夠用，驚仔女突然要，驚自己病，
所以一見優惠就買，一見人話有用就買，最後屋企堆滿嘢，錢卻越來越薄。慳錢唔等於驚錢，真正識守財嘅人唔係乜都唔用，而係每一蚊都用得清醒，用得安穩。該用喺健康嘅錢唔好死慳，該拒絕嘅借錢唔好因為面子而答應，該保留嘅退休本錢唔好因為一時心軟全部拿出來。晚年守財最重要係分寸。各位觀眾，岑日飛智慧最打動人嘅地方就係佢唔會只停喺表面嘅術，而係帶我哋反到人心。鹽可以清濁，但真正守住氣嘅係你自己。碗可以放喺財位，但最大嘅財位其實喺人心裏面。心亂財位就亂，心軟福氣就弱，心貪財就容易散，心安屋企嘅氣就會慢慢順返。佛學講因果唔係嚇人，而係提醒人，你種咩因就慢慢受咩果。你日日總怨氣，屋企自然多爭吵；你日日總恐懼，錢自然越睇越唔夠；你日日總整潔、感恩、節制、善念，福氣自然慢慢有地方落腳。財福唔係一夜之間來，亦唔係一個碗一撮鹽就可以完全改變。真正長久嘅財福係一個人晚年開始懂得唔再同命爭，唔再同仔女鬥，唔再用錢證明自己，唔再用恐懼過日子。守財唔係孤寒，惜福唔係辛苦自己。守財係唔喺火氣上頭時亂使錢，唔喺人情壓力下亂借錢，唔喺寂寞時亂買嘢，唔喺恐懼裏面囤積一堆無用嘅東西。惜福係珍惜一餐飯，珍惜一間屋，珍惜自己仲有能力整理，珍惜身邊仲有可以好好講話嘅人。你唔浪費食物，唔輕視小錢，唔為貪小便宜做虧心事，唔因為錢令一家人反目，呢啲都係惜福。所以今日講嘅少少鹽，真正意思唔係求快，而係求穩；唔係求一夜大富，而係求日日少一點破耗，多一點清醒。廚房放鹽，提醒你守住家中財富，少一點油膩怨氣，多一點溫暖和氣。門口放鹽，提醒你迎接財氣之前，先清走門前嘅雜亂同心頭嘅煩躁。鹽濕咗就換，屋亂咗就執，心重咗就放，錢亂咗就重新計劃。呢就係晚年真正嘅財福智慧。如果怕唔記得，各位觀眾就記住一句：廚房守財富，門口迎財氣。鹽要乾淨，心要安定，屋企嘅福氣先容易慢慢聚返。用乾淨完整嘅小瓷碗，鹽放7、8分滿，唔好滿瀉，放喺乾爽明亮穩陣嘅位置，唔好放地下，唔好靠近垃圾，唔好貼近火位。鹽一濕一結塊一變色，或者差唔多1個月就乾淨處理，重新換過。記住，放鹽只係外在動作，真正要改嘅係屋企嘅亂，說話嘅重，用錢嘅驚。如果各位觀眾已經睇到呢一刻，我想先恭喜你，因為你唔係只係聽完一段影片，而係俾咗自己一個機會，重新整理對金錢、福氣同晚年生活嘅心念。一碗鹽唔會令一個人明日突然變成富豪，但佢可以提醒你，家要清，心要安，錢要敬，福要惜。當你開始願意整理廚房、整理門口、整理說話、整理用錢嘅習慣，你嘅財氣就已經開始唔同。2026下半年對好多老人家嚟講，最重要唔係追求轟轟烈烈嘅大財，而係求一種安穩嘅財福。錢夠用，病少一點，家和一點，仔女少，令你操心一點，自己晚上瞓得安一點，呢啲就係晚年最珍貴嘅富貴。真正嘅富貴
唔一定係人前風光，而係夜深人靜時，心裏冇咁多驚，屋企冇咁多怨，手上嘅錢用得清楚，留得安心。願各位觀眾由今日開始，唔好再睇輕屋企細細嘅位置，廚房一抹，財富就清一點；門口一整理，財氣就順一點；碗鹽一換，舊氣就放一點；心念一轉，福報就近一點。人到晚年，最聰明嘅活法唔係同人比較邊個多錢，亦唔係死守住錢守到心都硬晒，而係識得守財惜福，識得用錢養命，識得用善念養福，識得用安靜養晚年。如果你願意由今日開始迎接更安穩嘅財氣，請喺留言區寫低以接大財呢一句，就當係你同自己、同天地、同未來嘅一個溫柔約定。你唔係貪心，你只係願意讓自己嘅晚年過得穩一點、順一點、有福一點。如果你最近都有錢留唔住，屋企某個位置特別亂，或者成日有意外開支嘅情況，都可以喺留言區講低，我會睇各位觀眾嘅留言，下一條片再同大家慢慢分享點樣由家居細節入手，守住財氣，養住福氣，避開無形嘅破財習慣。亦請各位觀眾幫我按個讚，將呢條片分享俾身邊需要嘅朋友，訂閱頻道，打開通知鐘，讓我每日用粵語陪各位觀眾一齊睇透人生冷暖，一齊守住財氣，一齊惜住福氣，一齊行入更安穩、更清醒、更有福報嘅晚年財福之路。